我今仔日就讲到这啊，你敢有啥物问题？我有听新闻咧讲哦，讲即摆开刀哦，拢足进步的哦，亲像咧换关节啦，换骹头骨啦，拢免开外大坑哦，是哦。叫做什么微创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。哦，对啊，即摆拢足进步的啊。我说这种手术哦，会用一种器械哦，把那个伤口缩小到7到10公分，这样减少那个周围范围也有破坏。而且手术后1-2天就可以下床了。是啊。住院只要5到7天而已。回家马上可以上下楼梯啊。这么厉害。而且不用拐杖哦。这些费用全部由健保起付。就不用自费就对了。对关节退化的人是一大部分。不错。